为着要防止武器扩散甲国安的考量，经济部国务署定期会来召开跨部会审查会议，来讨论战略性高科技货品出口实体管理的名单。伫6月7日公布的上新的名单，甲罗西亚、巴基斯坦、伊朗等国家计共601个单位来列入清单内底，嘛包括中国的华为甲中芯国际。台湾电子业技术是领先全球，真侪产品也以外销为主。不过，为着预防武器摊开等国安的考虑，经济部贸易署对2021年开始定战略性高科技货品出口实体管理名单，审查特定货品出口地点甲用途。因6月7日上新的版本，新增加罗西亚、巴基斯坦、伊朗、缅甸等等，牵连到武器摊开的活动等601个实体，搁较加华为甲中芯国际拢列入去内底。在2019年的时候，华为光是在台湾1年的采购量就达到2000亿台币。那当然这几年，我认为呢，应该已经降到了数十亿台币。当然一定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尤其呢，那个台商担任华为跟中芯国际的供应链，光是上市柜公司就有超过30家以上。产业分析师表示，自从美国甲中国晶片关税战来小连续上演，台厂对中国出口的金额已经渐渐缩减，厂商对商品收益变作选一边徛。不过，台厂同款会考虑到供应链的完整度、营收成长的规模来做选择，影响程度伫会当控制的范围。这个案件呢，其实实际上的形式意义大于这个实质的意义，就是说形式上我们要战略表态，关税的这个清单准备要公布之前，其实这也是一种对于这个我们所谓的友好国家，甚至说这个美国对于这个大陆晶片管制部分呢，我们台湾也等于说这个共襄盛举。对此，经济部国务署也证实讲，清单内底有列入华为、中芯，表示定期召开跨部会审查会议，相关的精神作业主要参考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甲友盟国家的制裁甲管制名单，到大共有10844个实体甲个人列入这个名单，也呼吁厂商若有出口的需求，应该先得到输出的许可证，若无海关袂互因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